哥林多後書第7章。親愛嘅朋友，既然我哋得到這道應許，我哋就應該潔淨自家，除掉一切大垃圾、身體和心靈嘅事物，用敬畏上帝嘅神法來達成完全嘅聖潔。請你哋愛體諒地位接納我哋，我哋冇做過對唔起人嘅事，唔是破壞罵人，也唔是批罵人。我按樣講，唔係責備你哋。我已經講過，我哋係樣板想你哋，我哋甘願同你哋共生死。我對你哋真有信心，真誇獎你哋，萬有安慰，在我哋一切患難中，我太太快樂。來到馬其頓後，我哋還是無好收拾，得蔬菜都有困難，外有上漲，內有錯強，總係本灰心失志嘅人得到鼓勵嘅上帝，使我哋因為提多來到，就得到鼓勵。佢唔但請人來，還老我哋講，佢樣板對你哋得到鼓勵，還有你哋係樣板想念我，樣板傷心，樣板迫切為我偏薄，這一切攏總本我得到很卡大嘅歡喜。關係我以前寫本你哋嘅信呢，雖然害你哋憂愁，我也無後悔。我第幾封信呢，害你哋憂愁嘅事，真唔過意，總係後來就無再後悔，因為我看出你哋係暫時憂愁天天，我倆下真歡喜，唔係因為害你哋憂愁，係因為憂愁知道你哋悔改，上帝善用你哋嘅憂愁，所以我哋所做嘅無傷害到你哋。上帝所善用嘅憂愁，會改變人心，使人得救。這係永遠唔會後悔嘅，總係屬世界嘅憂愁，會害人喪失生命。你哋看，上帝樣板善用你哋嘅憂愁，使你哋樣板失望，又為自家偏薄，也顯出你嘅憤怒、強心、切望、熱心，又刑罰本義，在各方面，你哋證明自家係清白嘅。所以，我雖然寫這封信嘅本意道，總係我唔係為做唔錯嘅人寫嘅，也唔係為受冤枉嘅人寫嘅。我嘅目的係愛在上帝嘅面前，將你哋對我哋嘅熱情表明出來。因為這樣，我哋已經得到鼓勵，唔但像這樣，提多嘅歡喜，也使我哋加倍歡喜，因為你哋大家幫助佢，本佢快樂。我頭擺是在佢面前稱讚你哋，你哋並無使我減少。我哋一旦對你哋講實話，同樣我哋對提多誇獎你哋嘅話也係實在嘅，所以提多一想起你哋大家係樣板順服，樣板用恭恭敬敬嘅態度接待佢，佢對你哋嘅愛心就加深了。我倆下非常歡喜，因為我做得對你哋完全放心了。